多谢报道，虽然嘛是不幸消息，伫昨下晡5点外，台南城大校门的外口发生严重的车祸，有一个54岁城大图书馆一个姓林的职员驶一台车，可能是低无电发作，这个造成这个意外。有现场看到人讲，当时这台车的时速应该超过100公里，为校园一直冲到校门外口的道路上，弄了一台直行的车，随后伊个弄去到顶仔卡去弄到6台乌托邦，车祸造成一个42岁女骑士不幸身亡，另外有4个人受伤。银色的轿车驶真紧，为成功大学的校园内冲出来，直行车辆轰弄甲死一人，所以个一路冲来到顶仔卡。为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弄落去下车零件落轨涂骹，涂刷粉硬碰碰，经过民众抓准时发生起爆。刚刚车祸怎么发生的？我完全不知道。而且我到那边忽然就我一声来哈，我当时还以为是会不会是气爆。银色车辆的安全气囊拢破去，车头弄甲烂去，引擎挂翘起来，过来的机车轰加落车底，现场真混乱。在过程有一个轰动着42岁生出女骑士，伤势伤过严重，救无活。伊大家听到歹消息来到现场，规人全晕落。下班要去载囡仔，伊说囡仔读幼稚园，警察局就甲讲啊。安怎讲？伊就讲叫阮来看嘛，讲伊都足严重啊，可能无迄个啊安尼啦。昨下晡5点外，台南成功大学的门卡口发生着车祸，民众拢惊一下。他速度应该有到100吧？他先撞我们警卫室这边，然后飞出来。我站在那个路口，我就看到一台车怪怪的，结果他就爆冲出去了。跳水驾驶是城大图书馆54岁姓林的女职员，当时敢若是低保电架起来，才会出车祸。波及到绿灯直行的一辆黑色自小客车以及多台那个机车跟脚踏车，目前所知，有1死4伤。现场过来的汽机车毁损，意外造成一个死亡，4个受伤。无过的女骑士拄下班要去接囡仔，想袂到所当着死劫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